公司咧喺2019年成立嘅。我自己係一個中醫生啦，咁平時都有好多病人啦過嚟揾我睇症咧，都係調理內在為主啦。咁期間咧，我自己發現有主婦手喎，咁咧出邊咧用極好多坊間嘅護膚品咧都搞唔掂，咁後尾咧自己咧就買咗一件天然嘅手工梘啦。咁後尾發現咧皮膚有改善之餘咧仲斷咗尾，咁於是乎我就深信咧一件天然嘅護膚品啦係可以改善一個人嘅膚質嘅。咁所以咧我就靈機一觸啦，就想將我有一個中醫嘅知識放落去護膚品上面，咁從而可以改善到其他客人嘅膚質。由於咧疫情之後咧，大家嗰個生意模式、個經營嗰個模式都好大嘅轉變啦。咁零售方法咧都由實體店到好多都已經係上咗喺工廈或者商廈上面嗰度做營業噶啦。成個零售嘅市場啊、大趨勢啊都唔同咗。咁我自己個生意方面咧，其實都比疫情前咧都差咗大約有2/3噶啦。我想將我嘅品牌咧可以放落去其他唔同嘅寄賣店啦，出多啲博企嘅市集啦，同埋一啲大型嘅展覽啦，咁嚟到推廣我呢個品牌俾更加多嘅人認識嘅。